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前不久，大概就5月20号左右，摩根士丹利和中金发了2个研报，他们的研报的观点正好截然相反。中金发布的说咱们楼市已经稳了，就这意思啊，小阳春回暖反弹。但是摩根士丹利他得出结论说，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拐点还是昙花一现？这个报告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了。最近我看他又发了一个说明，就是摩根士丹利，它的标题叫中国房地产拐点将至，亦或是又一场虚假开局。这个文章说，在5月中发布的大报告中，我们探讨了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拐点，亦或是昙花一现的问题。他说，我们指出3、4月份超预期的小阳春可能并不是乐观投资者所想象的那样，市场已经出现了自然的复苏，而是2025年下半年大量积压的刚性需求，随着限购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放松，以及居民情绪在2025年底自媒体清理之后，也就是给自媒体发口罩，这是摩根士丹利说的，以及居民情绪在2025年底自媒体清理之后得到了修复，说明发口罩是管用的。这是摩根士丹利的观点，说因此在2026年春节之后集中地快速释放出来。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媒体清理之后听不到这唱衰的声音才去买房的，这个到底有多少咱不知道。总之这些都构成了小阳春。摩根士丹利说，为验证该判断，我们按照春节时间拉平做比较，留意到25个一线城市从2025年4季度到2026年春节前，二手房累计成交量同比下降了大约 20%， 而在春节之后则出现了非常迅猛的双位数增长。但是如果我们把春节前和春节后的成交量加总起来看，截至2020年6月6号，累计成交量相比2025年的同期仍然是稍稍下降了 1%， 也就是同期相比，我们现在比什么？摩根士丹利说的是从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6月6号，整个的加起来，那跟去年的2025年1月1号到2025年6月6号相比呢，那今年成交量还是同比还是下降了 1%， 这是摩根士丹利的观点。因此在报告里我们预测，随着这些累积需求释放完毕之后，二手房的成交量从5月份开始会逐步减弱。对于摩根士丹利的这些观点我不做评价，他说今年到现在跟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还下降了 1%， 我只能说我是建议有关部门要找摩根士丹利谈话，他到底还想不想在国内吃饭了。我是建议让摩根士丹利离开中国市场。他老发这种报告什么意思嘛？现在咱们叫小阳春是吧？稳中向好，楼市触底回暖反弹了已经，结果他非要在这儿说下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在这儿我是呼吁找一个摩根士丹利谈话，如果不接受整改，那立马让他退出中国市场。同时在这里呼吁广大的网友，现在机会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赶紧买房。房地产现在稳中向好，有很多人说那我还没有首付，没首付怕什么？有很多项目它已经是零首付，大家自己可以找一找，身边肯定有这样的项目是零首付，甚至还有的负首付。也就是说你买房你不仅不用交首付，完了之后你还能得到2万块钱先花着，每个月还按揭就完了，这样的项目也有。所以说现在为各个没有房的人实现自己的梦想，那都是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人生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既然号召你买，你赶紧去买，不要在人家这个视频下面阴阳怪气的再去，没必要，你就自己赶紧去买。这个有首付尽量多买几套，不要怕，未来的就业环境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工资只会越来越涨，大家要有信心。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买，能买2套就绝不买1套，能买3套就绝不买2套。你不买我不买，房子卖给谁？造了那么多房子，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义务去买，住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多好。所以说摩根士丹利这种报告确实属于妖言惑众。我们再看一看上海，你看上海的二手房现在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截止到6月8号，上海累计成交6874套，
也就是6月份前8天，上海成交了6874套，平均每天是大概850套，那也是相当不错的。3月份是每天1100套，4月份是将近1000套一天，5月份是吧？这将近9900套一天，6月份就变成了850套一天，这个也还是不错的，是吧？上海的二手房它是在积蓄力量，为明年的小阳春再积蓄力量。至于目前楼市情况，各个地方不太一样，大家根据各自所在的城市自己去观察判断。我们接下来接着讲故事啊。这个故事那当然不是咱们杜撰，咱们所有的故事都是有来源的。这个故事是华山报报道。广大的网友如果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觉得不得劲，感觉不是个滋味，那你举报华山报。这是华山报报道这个什么事？说一群业主他兴冲冲的跑去买房，买房的时候这个楼盘是叫一个名字，比如说买房的时候这个楼盘叫张三，你也交了钱，你首付也付了，等到过2年去收房的时候，房子盖好了，你来入住的时候，发现这个楼盘名字变了，变成李四。你本来是冲着张三这个名字来的，结果等你入住的时候，这个楼盘名字变成李四了。你说找谁说理去？这个不是编造的，不是杜撰的，这是华山报报道，这是发生在陕西西安浐灞国际港，叫时光屿小区。到底怎么回事？2024年的时候，陕西西安浐灞国际港有个小区，它开盘。那小区的名字叫绿城时光屿，那很多业主就跑去了，一看2024年，一看绿城的盘，因为很多地方绿城的盘它相对来说比较高端，也不能说高端吧，至少是品质有保障，物业服务各方面，所以大家就冲着绿城来了。它的项目名字叫绿城时光屿。一亮相之后，来了很多购房者，就踊跃购房。业主在各种楼书里面宣传资料，还有售楼人员讲解，以及售楼部各种多媒体资料，是吧？上面都写着叫绿城，连沙盘上的小区大门显著位置就挂着绿城时光屿的牌子，宣传页上也有绿城经典4代住宅的产品系介绍。那销售人员更是口头承诺，这里是绿城全链条开发管理，未来绿城物业提供服务。业主李先生向记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他指出，虽然当时销售人员明确说明这个楼盘为绿城代建项目，但由绿城提供全套建设、工艺、管理等。基于绿城品牌在房地产市场口碑和议价能力，他和许多邻居一样，认为购买绿城时光屿就是买到了品质和服务的双重保障。另一位业主张女士向记者提供了2024年她与该楼盘销售人员微信对话截屏，对方清晰地表明绿城的物业口碑一直很好，本项目也将延续绿城物业口碑。他回忆到销售特别强调，小区有下沉式庭院、800平方米的架空层，以及双环跑道、风雨连廊、阳光大草坪、1250平方米的儿童活动区、酒店式精装修入户大堂，这些都是小地块做不出来的。根据业主们粗略统计，有超过数百户家庭正是在这样的宣传影响下，也就是冲着这个绿城的牌子来买房的，以当时区域内相对不菲的价格签署了购房合同。也就是说，你要冲着绿城来的，那房价就要贵1万，那你这就是1万2，明白了吧？我这举例子，那因为你挂了绿城嘛，大家冲着绿城来买的，所以它就有溢价，它贵一点。那么大家就签了购房合同。他们普遍认为，绿城品牌与之绑定的物业服务、园林景观、建筑品质是支撑其购房决策和房屋价格的关键因素。2020年4月，也就是到了交房的时候了，万幸这房子还没烂尾，人家如期交房。说约定的交房日来到，当业主们踏入小区大门时，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回家的喜悦，而是错愕与疑惑。傻了，大门上小区里所有我们期待的绿城2个字全都没有，取而代之的是时光屿，也就是绿城的2个字抠掉了。李先生称，业主们很快发现变化远不止如此。当初作为核心卖点之一的绿城物业并非出现在小区，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其他名称的物业公司。
这一发现迅速点燃了业主群体的情绪，他们随即找到开发商进行交涉。面对业主的质问，开发商给出了口头解释，说该项目确为绿城的待建项目，但双方的合作协议已于近期到期，因此项目在交付时不再使用绿城相关品牌，也就是把绿城的两个字给抠掉了。对于这一解释，业主们难以接受。我们买房是冲着绿城这个完整体系去的，着重的是它从开发、管理到后期服务的全链条价值。如果当初就知道交房时会变成石鱼光鱼，没有绿城物业，我们还会花这个价钱买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欺骗吗？业主张女士质问代表了大部分业主的心声，他们担忧失去绿城品牌价值，不仅意味着居住体验与预期相差甚远，可能导致房产价值大幅缩水，在未来二手房市场失去竞争力。此外，还有部分业主表示，与销售时美好蓝图相比，楼盘实际交付情况堪忧，小区绿化严重缩水，未达到宣传标准，公共区域、房屋内部等存在多处降标减配情况。记者了解到，房地产待建项目是指拥有土地或资金的委托方与政府、承投公司、企业或金融机构将房地产开发全流程委托给具备专业开发能力的待建方，由待建方不垫资、不拿地、不承担开发风险，仅输出管理、品牌与运营能力，并按约定收取管理费的一种轻资产合作模式。6月8日，记者联系到该楼盘售楼部，工作人员称，目前该项目处在在售状态。记者询问楼盘是否与绿城无关时，对方表示该项目确实是绿城待建，只是目前物业不是绿城，其他没有影响。随后，记者从绿城管理控股有限公司官网绿城中国上查询到，其商业待建项目中有绿城西安时光屿的名字，项目状态为在建在售。6月8日上午，针对该楼盘的问题，记者联系到西安浐灞国际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科工作人员称，该楼盘备案、销售公示等名称均未出现绿城二字。据他们了解，该项目确实为绿城待建，且目前待建工作已完成。如果此前开发商向业主承诺物业为绿城物业，现在换成了其他物业，则涉及虚假宣传，业主可向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记者在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6区商品住房销售公示平台查询到，该楼盘公示名称为时光屿，开发企业名称为西安港城巨创建设有限公司。随后，记者联系到星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该小区的问题，近期已有多位业主投诉反映，他们已联系开发商等相关方调查了解，并将资料收集上交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浐灞国际港分局执法大队进一步进行调查。怎么说？说来说去，总的原因还是房价下跌了。如果2024年买这房是1万5买的，那现在已经3万了，业主也就认了。你2024年是1万5买的，现在变成1万2了，业主的心里不好受，那他得找点理由是吧？那恰恰你这个就不对。如果当年你买的房子这个合同里面如果约定了物业是绿城，那你就涉及开发商违约了。如果合同里没有写，你看了到处宣传材料，你看了销售人员的口头解释，你看了视频广告材料，你买的，那这个就扯皮了。那打官司，反正大家都心里清楚，业主输赢难料。实际上聊到绿城，我还真有发言权，因为我在以前节目说过，我以前负责个项目跟绿城要合作，待建的合同我跟你说啊，谈了好几个月，那合同改了7、8版，根本就不亚于美国和伊朗的那个谅解备忘录，来回改，但是最终没谈成。这个开发商还算老实的，我不知道这个开发商是不是国企，有的开发商跟绿城合作那就更鬼，他们合资成立项目，
合资成立，绿城出10%，这个民营企业或者当地的小开发商出90%，成立一个项目公司。你看看这项目还是绿城的，绿城还有10%股份，甚至绿城占30%股份。那你说你就不要说代建了，这玩意项目就是绿城的。但实际上不是，绿城的10%、30%是代持，也就是你通过工商资料查的时候，你发现这股东居然是绿城这个项目，绿城占10%或者30%，那这项目能不是绿城的吗？实际上这里面玩的都是专门一种营销手段，就是忽悠韭菜的。绿城的10%或者30%都是代持，他们桌子底下还有一个代持协议，就是为了让买房的人看上去这房子就是绿城的。为什么你这跟绿城挂上钩？为什么人家让绿城代持？因为你这房子只要跟绿城沾边，你卖的就贵了。你当地开发商你自己开发，那就1万1平米，你只能卖这个，你格调就那么多，你的溢价就那么多。但是只要说是绿城的，那你就卖1万5。那同样的建筑面积，同样的容积率，1平米就1万5，那你想你得多卖多少钱？就给绿城1000，你也只能多赚4000，而且房子还好卖。你看这个报道里面，这些业主都冲着绿城去的，但是绿城也不傻，对不对？我给你代持，那你就给我什么好处？利润分配的时候，你就得给绿城多给多少？你有代建的费用、管理的费用。以我的了解，我不知道现在绿城是怎么谈。我们当年跟绿城谈的时候，绿城是先不管赚不赚钱，我派一个副总，派一个什么，反正他派10个人，这10个人每个人工资多少，这个固定是你们要掏的。从项目入驻开始，你就得付钱。这第一个，你还得给他保底收益，就是他们团队你还有一个保底的收益，必须不能低于这个。在这个基础上赚得多，他们提成多，算法非常复杂。所以为什么绿城的效益还不错？到现在还没看见绿城爆雷，也就是绿城在这种代运营、代建在这一块，他是下了很多功夫，轻资产，也就是他基本上旱涝保收。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因为现在你旱涝保收，人家开发商也不赚钱，谁愿意跟你签这种旱涝保收的呢？请不起的吧？你这大菩萨，我这小庙请不起，或者你这10来个人的团队一来，我这一年就要给你开个5000万，没钱。这个绿城有个好处，好在哪儿？就是它后面有一批浙江商人，一批绿城最主要它有客户，他在这儿开发一个项目，他代建或他代运营，人家后面还有一批人跟着后面买房的、买商铺的，跑来投资的。你这当地的开发商不着调的，你搞一个小区，搞一个商城，搞个什么出来，你卖不掉，你在哪儿招商？你上哪儿招商去？鬼都不认识你。人家绿城招商是现成的，那在全国都有。项目一招商，有一批浙江的商人就跟着后面跑，客户是现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开发商愿意找绿城来代建，把钱给他，带他分成。没办法，他一代建房子能卖这个样。但是我告诉大家，随着楼市低迷，这一些玩法也渐渐的就不灵了。这就是为什么绿城跟这个时光宇跟这个小区先是合作，后来也把绿城拿掉。我估计是合作不愉快，分钱不愉快。也就是掏钱的甲方时光宇或者开发商，恐怕人家要求也比较严格，因为他赚钱难。而那个绿城一看，他要达到这些指标，他也很难保证。所以双方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毕竟房地产比较热的时候，你招商容易。大家知道很多小区它住宅和商业它有个比例的，有的严格要求你必须40%是商业，就是你的小区还建步行街。那你这玩意儿，你把步行街一建，你商业一建，你谁来帮你运营？谁来招商？谁来？对不对？你请哪些商户来？这玩意儿，你说一个本地的开发商他搞不定，他只能让绿城来。绿城他有一整套的经验，关键他有客户。所以以我跟绿城谈的打交道的过往，我相信为什么后来谈不成呢？因为双方实在没法保障。甲方肯定希望绿城你得帮我赚钱，你得必须保证担保能赚多少，低入多少，我就不给你提成。那绿城说我要旱涝保收，我人来了，人吃马喝了，你就得给我钱。至于招商能招几个，或者我的运营什么情况，那你要保障我的人马的吃喝，要给保底的。那估计最后人家一看还是我自己来吧。大家想象一下，绿城物业他很有可能跟开发商签一个，说如果我物业费收不起来，你开发商给我补贴，你必须担保我能收到70%、80%。如果达不了80%，你开发商给我补，那你说开发商能受得了吗？我只是举这样例子，那开发商一看，那算了吧，那换物业吧。我操，你这样我还给你补钱。那绿城就说了，你不给我补钱，我凭啥来给你在这干物业？你这小区，你到时候你这个房子卖不掉，完了之后，
你这小区业主他不交物业费等等，导致我物业费收缴率低，我这要赔钱在这运营，我图啥？是吧？现在交物业费不是越来越难吗？这物业收费是越来越难。总之说来说去，楼市现在走下坡路，所以出现这些那样的问题。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要买房，你要冲着绿城去的，你一看合同里面有没有。如果合同里面没有，那开发商写承诺也行。如果他黑纸白字没写，你就不要当真。过去买房的时候，那个业主上当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是开发商承诺这个隔壁小学是我建的，北京二中要过来，或者北京四中，结果房子交了，四中也没过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学校，家长就开始闹，就开始各种维权，说你骗了我。那人家说合同上面根本就没写，购房合同上没这一条，对不对？你打官司你也打不赢。业主说了，我当初就是冲北京二中我来买房的，要不然我跑你这买房，那没办法，这官司打起来也是一地鸡毛。所以以后如果你要看中哪一条才来买这个房的，你一定要落实一下这一条是不是写在合同里面，落实在白纸黑字上面。最后我们还要再讲个故事，必须要继续讲故事，要让很多立志要买房的，还有很多房吹就得听故事。今天自媒体故事又是一个悲惨的，为了补贴，结果自己搭进去好几十万，这么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有很多地方当初为了卖房是吧？他引进人才的时候，他不就给人才补贴吗？你比如说你是博士，给你补贴30万，但是这30万不是现金，是你买房的时候扣掉。你人家是给你10万或者20万，你买房你就便宜20万，给这种补贴。但是这些补贴又算在大礼包里面。我为了吸引一个博士过来，我给补贴80万，这80万里面购房是40万，你买车再给你补贴5万，你对吧？结婚的什么的等等，反正就都不是现金，都是这种类似于票，类似于券。今天自媒体的这个故事，它标题叫“为了10万的购房补贴，3年亏了40万”，又是个悲惨的故事。说4年能亏40万，4年前硕士毕业。通过人才引进入职了某3线城市的一个事业单位，这看上去还不错，对不对？硕士毕业进了事业单位，应该是功德圆满嘛，是吧？应该这么说。说实话，说当时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是那笔10万块钱的购房补贴。一个月薪6000的体制内新人，10万块钱意味着什么？你看看，研究生毕业就进了3线城市的一个事业单位，月薪6000，理论上还是可以的，是吧？在目前当下，1200万牛马一毕业就找不到工作，这个送外卖的都2000万了，已经开网约车的多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在3线城市一个事业单位月薪还6000，简直是快活似神仙，是吧？结果还给他发10万块钱的购房补贴。他说这10万块钱意味着2年不用买衣服，不出去吃饭，不用交房租，才能生生攒出来10万。所以上班刚满半年就开始到处看房，目标很明确，离单位近的二手房，不用装修，搬进去就能住。这想法还是挺好的，对吧？离单位近，二手房。工作满1年的时候，终于看中一套128平，32厅，南北通透，18层楼的12楼，采光正好，户型方正。房东报价135万，经过一番砍价，130万拿下，回头再领10万补贴。相当于120万住进这套满意的房子，美滋滋。可那笔补贴迟迟不发，也就是补贴不是说你拿着这个券直接给房东，那房东人不认了，对不对？130万是你自己掏了，你拿购房的手续这些，再去找单位报销你的10万块，这叫补贴是吧？结果那笔补贴迟迟不发，1个月、2个月、半年、1年，打电话问说审批中，再问说财政紧张，原因说了财政紧张，一等就是好几年。直到昨天闲着没事刷了一下小区的成交记录，同一栋楼，同一个128平的户型，还带一个车位，比他多一个车位，成交价90万，说130万买的还没有车位，人家90万还带车位，4年时间不算利息，不算月供，光房价就亏了40万，还没提车位的事。而那笔日思夜想的10万块钱人才补贴，至今还在天上飘。说就算这4年不上班，什么也不干，天天躺家里睡大觉，点外卖，刷手机，也花不了40万呢。可偏偏上了班，
辛辛苦苦干了4年，认认真真买了套房，认认真真等那笔补贴，结果倒好，比躺平还亏得惨。你说到底图个啥？2022年买房的，对吧？当时要看了我们节目，也不至于亏这40万，即便亏也亏不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假设他就是为了10万块钱的补贴，他要买房。我觉得他一个人研究生刚毕业，他真的没有理由买个30两厅128平，真的没有必要。虽然在3线城市买房，他实际上就买个一室一厅就够了。即便有女朋友，其实一室一厅也够了。只有到生孩子的时候说这个小了一点。但是如果买个60、70平的，那价格恐怕也就是不到70万，补贴10万，那就是60万。60万你买了，现在就是腰斩，这不至于腰斩，对不对？他现在是130万跌到90万嘛。如果当时只买个70万的老破小，那现在不至于赔40万。那事已至此是吧？你后悔来不及了。那现在他只能说祈祷工作稳定，他在事业单位能稳定干30年，事业单位最好是工资能按时发，未来能涨，能稍微涨一点，那你现金流不会断。那只能这样，就这么供着，你自己做的选择自己承担啊，没有办法。现在你买房的人也是一样，现在买房的也是你自己做的选择自己承担。到明年不要又在那哭是吧？房价一跌又开始哀嚎，毕竟没人逼你。现在也就是这些人唱多忽悠你买，并没有逼你，对不对？他2022年买房也没人逼他，当然了，这样的人就不是他一个。这从2021年开始，各个地方不都是为了引进人才都给房票吗？购房补贴，也有多少人是因为补贴而去买房的？那么这些人恐怕都被套住了，补贴早就跌没了，现在已经跌到肉了，对不对？不要怨天尤人，这都是自己做的决策，面带微笑，苦中作乐。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